么多过去了？常在，常在，常在。阿嫂。點啊，韓仔？你又嚟啊？好一次見嘢，見到嚟啦。嚇？係你哥定你一個啊！你真係佢嘅樣。好犀利啊！係啊。好我覺得好嘢㗎，好啲嗰個好啲。江女記得下次去整點也有。過來。小玉龍。哇！你又嚟？係啊。因為我哋想影張合照。要拍照都快一點哦，好不好？我們安排只有2分鐘的時間，好，我哋影張合照啦。